好，我是小萌。大家好，我是傅东东。哦，今天是我准备带东东去参加认门宴。东东说：“哦，去人家家里面拜访啊，必须要买上小橘子，因为在海南啊，意味着吉祥、吉利、平安。所以说来这里半年了，也学会了不少海南当地的习俗习惯，礼貌礼节还是做得很不错的。这就是我们海南的定安女婿，当初可是跟我一起扛过香，跟我说的要一起找老挝媳妇的。你看这个半道退出，让我掉了一个老挝的温柔陷阱里面，拔不出来，大家倒好。你看，如今变成海南媳妇，海南女婿了，不是媳妇，说错了。你看，这是他女朋友，两个人如今是幸福的一对了，很快成为海南一家人了。这是海南女婿啦，难得回来这一趟啊，而且是第一次作为海南女婿，所以啊，今天我就带了他来感受一下海南下午茶的魅力。生意简直太火爆了，现在才下午2点，全是人。以前在老挝，他也经常帮我带女儿，现在回海南了，还在给我带女儿。这是准备练手当奶爸的节奏啊！你看，海南女婿哥一来才点了2、3样啊，让我这个做的兄弟的都不好意思了，要放开点，不要这么客气好不好？难得回来一趟。再说了，现在我老挝女婿，你可是海南女婿呢。级别比你高一等是吧？级别不是你忽悠了我，娶了老挝媳妇，你就自己临阵退缩。现在吃好了，吃完了，东东现在呢又想着孩子，坐不住了，要赶着回家看小孩。哦，喝完下午茶了，又要开始买玩具了，11点都闲不住啊！拜，回家，在前面走。我这兄弟啊，真的是个好女婿啊！你看，一回到娘家，还帮岳父岳母洗杯子，给你个赞！谁家有这姑爷，简直是8辈子都有荣光啊！好嘞，谢谢姑爷的茶，给个赞。过2天，姑爷呢也要该回家当儿子了，所以呢，今天呢好好陪他一起喝杯茶，正好叙一下旧，要不然下一趟可能就得老挝见了。好嘞，我们先在这里干杯了。大家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，就点个评论加关注，我们下回再见，拜拜。